今仔日要暗暝5:47，台东发生规模6.1个地震，台东的震度达到5弱，有公务老家属要人家厝着火。美国大富野人爱普斯坦性犯罪牵连真侪名人，美国总统 Trump 风声嘛捌者伊的私人飞机真侪解。天主教教宗呼吁耶诞节全球停火，罗西亚说是出动超过600架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尚无3人死亡。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来看，要暗暝5:47的时阵，这台东是发生规模6.1的地震，深度敢若11.9公里。台东的震度是达到5弱，这在地民众拢讲是摇甲真大力，而且阁有真侪物件落到规涂骹，甚至是有公务老家属要人家厝着火。因若是交通的方面，是对暗时6点开始，代替关山到金轮停驶。监视器的画面突然间摇摇摆摆，行伫个路的人也拢惊到。24暗5:47分，台东地区发生规模6.1的地震，有人讲要走嘛袂会走，要走嘛袂赴。那个警报已经摇完了，警报才来。有没有吓到啊？有很大，有很大哦。那这个地震它的发生的原因主要是欧亚大陆板块跟菲律宾海板块在台湾东部做一个碰撞。那欧亚大陆板块跟菲律宾海板块碰撞，在东部这边，其实70%的地震都发生在这一边。跑出去。顶顶真侪物件拢落下来，也甲规涂骹，就在讲迄当阵震度偌大，店内员工赶紧清理。一个团讲有工具压住滑漏，甚至有警招接到保安讲命题导火，到现场发现是设备一直冲火势，用灭火器拍火。我们着火啊？应该是2出道。地震完的哦。应该是哦。台铁也发信息，自暗时6点开始，关山台东金轮之间路线未通，除了台东在前座，高雄这边也因为地震暂时停驶，相关人员赶紧经营月台列车一个铁轨路顺序，搁拄是下班时间，真侪人受影响。就很错愕啊。对啊，因为本来有约餐厅，然后刚刚还要打电话去跟人家改时间。高雄这份停驶5分钟，乘客拢被请落车，伫损毁安全了已经恢复正常。这边地区冰心，台东甲高雄紧急状况真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台北捷运，早上有2个乘客，因为这坐车时阵下来下去伤过客，起卡动手起冲突，双方佮互相提过伤害。而且因为这顶礼拜攻击事件，各县市是为着这年底大型活动，拢在加强维安甲演练。因为后面很急嘛，我有让人家。他自己都不下车了。警方接到通报，到场查某人是有够生气，就伫几分钟前，伊伫捷运的车厢内，含一个查某乘客在冤家，甚至佮当场相拍。他照我之后，我当然把他手机甩下来，甩在地上。冲突是发生伫台北捷运中和新路线，23暗时6点外，迄当阵当时下班时间，车厢的人真侪。警方调查2个人是因为路车让位的问题开始相嚷，所以来互相扣来扣去，即马双方拢提告，互控伤害。男子因不满女子持手机拍摄，出手泼掉后，双方于车厢内互相拉扯，依刑法伤害罪将2人移请新北地检。台湾内面少年所发生纠纷，伫1119随机攻击事件了后的敏感时刻，互相关单位拢真注意。尤其要年底啊，各大活动拢在举办，任何冲突拢爱关注戒备，各项维安嘛真受关注。汹汹喊一声就大声，民众惊赶紧逃走。警方到场甲制服。台北市政府戒备跨年，模拟室内发生突发事件时阵爱安怎应对。日是先做预演，正式的关强度的演练会伫26进行。参加的对象毋若警消和台北捷运这单位，嘛纳入演练场域内面的业者和柜位。包含转运站跟百货公司的店家已经做一些协调跟沟通。我们在礼拜5正式演练的时候，他们会一并纳进去我们的演练的科目。所有相关的活动，我们也提高更多的见警力，以及更加严密的安全网络，
让活动都能够在安全底下顺利完成。同款是提升备战，新北市嘛规划伫跨年宴会会场提供更警律的防范，另外嘛部署警犬防暴小组、空袭机的维安警力，面对这个无差别的攻击事件，中央嘛先伫安全指引手册官网更新暴力攻击、大规模恐攻的应对指引。先放在我们的官方网站，那如果预算足够的话呢，我们就会把它编列成下一次更新版的时候来使用。内政部长刘世峰讲，卡苏明年的预算闹够，会印新版纸本的安全指引手册，到时会把相关内容嘛拢放入去。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是过一礼拜就要结束啊，不过明年度的总预算案立法院说是到档也未审过。主计总处就讲，这明年是有挖近3000亿的预算无法度动。也那在野党是表示讲，若是提关警消海巡退抚金，抑阁有军人加薪水这款预算案无法度通过，因就会继续阻挡总预算案。115年度总预算案进度延前去，调也要伫对立。离今年结束，剩上尾一礼拜，也是无法度复位，创下阿扁政府、马政府、蔡政府、到赖政府以来上万复位的纪录。主计总处报告显示，有2992亿预算爱通过才会当执行。包括新型计划1017亿在内，内容包括地下市、甲县市财政平衡的补助、AI 新十大建设、TPS 通勤月票等等，会严重影响施政。不过在野反对党来批评中央无要以立法权三读通过的军人加薪预算，还有提关警消海巡的退抚金，也是不便利。你要不要公开承诺？审总预算的时候，审完马上追加预算，这2笔。追加预算，我们就马上审，就这样可以承诺吗？要不要承诺啦？这不是我承诺的问题啊，是我们本身第一个要先筹措财源。针对南亚要求中央答应爱追加军人加薪水的预算，但小主讲安尼会破坏人事制度。绿营立委烦恼讲，若被恐惊的封杀总预算案一直到会期结束，代表明年便若拄到天灾，中央会无法度动用灾害准备金，到时要安怎来协助救灾？你让国人知道说这个没有过的话，将来中华民国遇到天然灾害，中央政府没有1毛钱可以花。地方它灾情惨重的话，那自己的灾害准备金不够支应，那就必须要仰赖中央来做资助。那到时候中央就是没有经费可以调整。国防部表示，调也无要审总预算案，嘛冲击国军建军备战，连带影响各种的机舰、战甲、炮车等等装备维修保养、甲火药、加油等等。对演训的任务是真不利，也若列伫新型计划内底 TPS 月票75亿的预算红卡关。交通部讲，预算若是无够，到时会影响98万的通勤族。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大好野人爱普斯坦的性犯罪是牵连真济名人，这犯罪档案是有90万页，到今敢若公布的是3万多页，而且这当中是有真济内容去互拆掉，也是公看起来。这阵上届受争议的，就是有几张有美国总统 Trump 在内的相片，也去互司法部来拆掉。红声讲，这 Trump 嘛捌坐这爱普斯坦的随人飞机几落届，而且伊共有去互定做这罪犯，伫伊批内底写讲，这 Trump 即阵是当咧逍遥法外。不过司法部是随出面驳回讲，这寡内容拢是假。不过伫同一个时间，民主党亲像是前总统克林顿，也有一寡自由派人士，因的档案煞是去互司法部大量公开。本地应该爱中立的司法部，因为种种行为引起争议，是受人批评。互美国秘书是 Trump 的私人律师，暗砍真相，保护特定的人士，无人政治。美国司法部伫爱普斯坦档案透明法案规定的最后期限迄天，公布8000多笔资料，互其他对案情有新的发现的人真失望。资料内容被大量来删减，甲画甲乌乌。20暗时，司法部线上资料库10多张档案相片点点互摕来，特别是内底有总统川普在内相片，以来司法部想要暗砍真相，来保护特定人士批评。捌做过川普私人律师的司法部副部长布兰奇，伊讲未来隐瞒甲川普有关的这个资料。You can see in that photo, there's photographs of women. And so we learned after releasing that photograph that there were concerns about those women and the fact that we had put that photo up. So we pulled that photo down.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President Trump.
司法部公布档案甲川普有关的内容，大部分出自新闻简报。1993年到1996年中间，川普至少8摆坐性犯罪者爱普斯坦的私人飞机，也个爱普斯坦加请美国奥运体操队医，也是新侵犯的纳瑟来往的背景、卡片，拢不讲到川普。司法部若毋是讲这个内容不实，若无就是出面来澄清，讲这是假做。So when you see the politicizat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in such a blatant way in those cases, of course our suspicion is going to carry over here to his attempt to use this release in order to make himself look good. And this is by no means an independent Department of Justice. 另外一方面，民主党前总统克林顿摇滚歌手有名的人，加做为自由派人士的档案，却是大量嘅公布出来，引来民主党阵营甲军为共和党人士批评。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日提出新的决议，要对当局无遵守爱普斯坦档案透明法来提告。共和党参议员马西甲民主党参议员卡纳威胁要以表示法定的罪名来起诉司法部长邦迪。国际新闻王慧文编译。来看这洛西亚前2天12月2日，受一个陆军的中将去互汽车炸弹崩死。今仔日这案发地附近，阁有2个警察是当咧搬查一个可疑的人的时阵，对方说是引爆炸弹，计共造成3个人死亡。对这画面当中，咱会当看到这炸弹爆炸威力，是连停伫咧附近的车嘛受到损伤。迄当阵是半暝点外，有2个警察发现一个查甫人，这行为是鬼鬼祟祟，要甲砸落来问。不过警察若挖过，对方煞着随引爆炸弹。迄2个警察甲一个身份不明的人，3个人拢总死亡。警方即阵是已经封锁现场，和调查人员入去搜证。约纳罗西亚当局是表示讲，无排除这件事件是乌克兰规划攻击。伫咧咱头拄则讲到迄阵炸弹攻击案发生进前，罗西亚是打大规模轰炸乌克兰，因为这耶诞节是咧要到啊。罗马天主教教宗良14世呼吁全世界都爱耶诞节停火。不过，这罗西亚23说是出动超过600架无人机，发射超过38粒飞弹来攻击乌克兰，尚无是造成3个人死亡。不过，在地乌克兰人依然是继续庆祝耶诞节，因为因是盼望讲因的囡仔会当过正常的生活。囡仔嘛讲因上爱要点的这耶诞节礼物，就是战争赶紧结束。圣诞节要到啊，Russia 三出动635台无人机，发射38粒飞弹，对乌克兰自暗时到今2天日时发动大规模攻击。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讲，至少13名体甲电棒损害。伫遮尔寒的天气内面无电通行，而且一个造成乌克兰至少3个人死亡，其中包括有一个4岁囡仔。就伫被攻击的前1天，泽伦斯基也阁讲，和平协议的进展正稳固。Летить. Я в квартирі сидю, чую летить. І близько вже підлітає. Я одразу поняла десь. І воно як дасть зарево таке. Я думала до нас у квартиру. Дочку взагалі волною винесло в коридор. Ну, коротше, перелякалася. Ну, що тут можна сказати? Ну, це взагалі. 伫咧基辅的大路边，采办圣诞树，也有各种装饰品。虽然战争也搁伫咧拍，乌克兰民众也是想要互囡仔体验生活，感受快乐。Діти знають, що це таке. Да, вони все знають. Коли є світло, коли нема світла, включають інвектор. Все пристосувалися діти. Так що Мірочки, коли почалася війна, 3 роки було. Вже виросло. 俄战争自2022年2月开始拍到呾，Russia 几路遍拒绝休战的请求，讲这敢若会互乌克兰摕到军事优势。一那罗马天主教宗良14世希望全世界伫咧圣诞节即天休战。Veramente delle cose che causano molto tristezza in questi giorni è il fatto che apparentemente la Russia ha rifiutato la richiesta di una tregua di Natale. Io faccio ancora una volta questa richiesta a tutte le persone di buona volontà, rispettare almeno nella festa della nascita del Salvatore un giorno di pace. Magari ci ascoltino, che ci sia 24 ore e un giorno di pace in tutto il mondo. 圣诞节就是要到啊！乌克兰的人权组织也替当地无家可归、生活拄着困境的囡仔办圣诞晚会，囡仔因也讲出上想要的圣诞礼物。Fajna zakończyć. To wojna zakończy. To samo już
公司新闻深度配编辑。来看美国宾州的费城是有一间疗养院，当地23下晡是严重爆炸，这厝是有一寡所在已经放弃甚至是导火。目前是已经有2个人死亡，21个人受伤，即阵还佫有人下落不明。这疗养院的护理助理是表示讲，前几工啊都有闻到假死味，这阵爆炸敢是假死引起的？相关单位还佫在调查。气体爆炸了后，现场如惨惨，疗养院内底阁有火走出来，乌色烟呛起伫天顶。美国宾州巴克斯郡的布里斯托健康甲复健中心，伫咧当地时间23发生真大的气体爆炸，互建筑物拢倒塌，规个拢火烧。足侪台拍火车甲救护车赶到位来救人。住伫疗养院附近的居民讲，迄时伫咧厝里，雄雄听到爆炸声，拢踹一条。Thought the airplane or something came, fell on my house. I heard a loud kaboom, and my wife said, "Whoa, you hear that?" I said, "Yeah, I heard it, huh?" So I went in the back of my house, see something didn't fall on my patio. 准备来接班的护理助理花心，迄当阵伊亲目睭看到爆炸迄时，伊讲其实顶礼拜病院内底就闻到假死的味，不过迄时阵考虑到病院内底无装烧气，大家无想遐济。不过即马阁有同事失联，互伊足着急的。Call workers in there. I'm calling them and they're not answering. I tried to get through, but you know the officers they said no, I should get past them because it will still be dangerous. 宾州州长夏佩洛已经指示各部门拢支援，而且出动学校的巴士，甲铁力的居民安搭伫附近的一间高中。因为疗养院规模有174张床，伤亡数字甲财务损失要搁咧厘清。相关单位嘛继续调查气体爆炸的原因。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译。非洲国家利比亚的武装部队参谋总长甲4个成员暂时去土耳其访问线，要坐这飞机转去利比亚的时阵，飞机煞是载落5个人隆重罹难。这事实的原因是要来调查。安哥拉哈伊马拉第23案发现这台失事的拉英50飞机的残体，土耳其内政部长耶里卡亚伫网络顶证实。飞机顶有包括利比亚参谋总长哈达德，还有4位随员。伫当地时间暗时8点10分，对安卡拉起飞42分钟了，飞机就无消息。土耳其的救援队已经到现场，国际承认的利比亚政府总理德贝巴发声明，讲因是自土耳其安卡拉结束正式的访问，要转来半路发生意外，是国家的重大损失。利比亚官员讲，失事的原因是飞机出现技术故障。土耳其总统通信办公室主任杜兰讲，这台飞机不通知空中管制部门发生电气的故障，要求紧急降落。尾下飞机被引导登去艾森博瓦机场，准备要做紧急迫降，不过尾下就无消息。发现飞机残体附近存装的监视器有录到空中有闪光，敢若是爆炸。利比亚当局已经派人去土耳其调查，也宣布全国哀悼3天。利比亚即马分裂做东西2边，西边是临时总理德贝巴伫德里波里领导的国际上成立的政府，东部是军事强人哈夫塔主导的敌对政府所控制。哈达德是西部利比亚相关的军事指挥官，负责联合国所促成的军事统一任务。伊突然间死亡，被看作是对全国团结政府的严重打击。尤其伫咧利比亚军事统一一个国家稳定关键的时刻，伫咧军事指挥结果即马无人指挥，也会影响甲土耳其的战略合作。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看新科技，西班牙是有科学家研发出人造子宫，同好会当观察这受孕了后的成长过程。另外，这德国是有研究团队运用人工的子宫，或者早产的婴仔会当伫咧内底成长，希望会当增加早产婴仔活落来的机会。细细粒的胚胎系生命要弄入去人工子宫内面，为了要解密人类胚胎调层成功的秘密，西班牙加泰隆尼亚生物工程研究所研究团队发展出人造子宫的技术，将胚胎入去子宫的过程规个翕起来，发现健康的胚胎会当弄过子宫的底层结构调层成长。We have discovered that the human embryo is very invasive. And it can, like I mentioned before, it can dig a hole inside the matrix and pulls very strongly, right? So, for example, we compare bad quality embryo with good quality embryos, and the bad quality cannot pull as strong as the good quality ones. So this mechanic profile is something very important for an embryo.
科学家讲，子宫的纤维组织规拢是胶原卵白，是一种正常的卵白质，也是肌腱甲软骨的组成部分。愈健康的胚胎，愈有材料透过子宫的底层结构。人工子宫除了会让研究胚胎掉层，伫德国由研究团队和早产儿带伫咧模拟子宫的人造环境内底，提高伊的生存率。We want to keep the fetal physiology, the fetal circulation, we want to keep it intact so that the baby comes into an environment that really mimics the maternal womb, so that it can develop for a couple more weeks. So we know that babies who are born at 28 weeks are stronger. 这种人工子宫其实就是一种防水的袋啊，内面装加热的人工羊水，婴儿伫内面有一个人工胚胎，连伊的身体提供氧气甲营养。因为早产儿愈早出世，自外风险就愈大。若要将早产儿放入去人工子宫内面，就要伫婴儿拄出世的2-3分钟内，因为就要互婴儿先莫家己喘气，避免互婴儿气输入空气，互伊一直踮伫咧羊水内面。而即马这种人工子宫还阁伫咧实验的阶段，以后若是当做临床的运用，就会当互真侪早产儿用，提高因生存的机会。公司新闻，但是董编辑。永安就是平安暝，今年这耶诞老人是收到超过50万张世界各地寄去的批。永安这耶诞老人就要出发世全世界送礼物。也那是耶诞老人故乡芬兰拉波兰耶诞村，这阵嘛当6月。耶诞老人准备要对北极圈拉普兰出发，小精灵大概是无用试差。今仔的礼物有乐高茶角啊，有电子产品，阁有拉布布红啊。This is also done. Only one thing left. Santa's jacket. Yes. Let's go. 日头爱到中昼11点才会出来，不过这完全袂去影响到耶诞老人甲小精灵平安暝送礼物的最后的准备工课。We have been polishing Rudolph's nose, of course. That's one thing you have to do for Christmas. 就算会当寄电子批甲 AI 斗3工，不过耶诞老人也是传统怪，较爱手写字的批。尤其每一年耶诞节，会当收到超过50万张的批甲愿望，有时每一工会当收到3万张以上。寄上济就是波兰、意大利、台湾甲日本。I think mostly they have been quite good almost all the time, and that's enough. 当地旅游局统计，每一年有超过70万人来拜访罗瓦涅米甲耶诞老人见面，享受这安静和平的耶诞气氛。Absolutely magical. It's just once you're here, you're in Father Christmas land. 甲这批信读了，礼物贴无好势。耶诞老人发布伊的耶诞信息，伊讲希望咱大家拢会记得，咱拢是生活伫共一个世界一个共同的家园。Everything is ready. Just in time. Outstanding work again. And one more thing, have a very, very happy Christmas. 公司新闻黄运玲编译。西方国家的民众过耶诞节团圆对食火鸡，自从咱英国是有业者变身出头，推出这火鸡披萨，真受欢迎。除了食青草的料理，耶诞礼物是这囡仔人上界期待的。亲像是翁啊、let个贴仔顶顶的佚佗米，从到大拢是上济人介意的。韩国的烘火鸡是西方耶诞节亲戚朋友团圆真正看到的好料。有伦敦的业者上步变一个创意，互你一家会当食到披萨甲火鸡两种滋味。Pizza dough with just a bit of tomato sauce, raw Brussels sprouts, just marinate with a bit of oil and salt, roast turkey ham, peas in blanket, and a side of cranberry sauce. Basically, I try to imagine dough like a plate and just put the Christmas dinner on top. 总破西讲，这个耶诞披萨推出了后，意外得到真侪人的介意。They was really enthusiastic to have a turkey dinner in top of the pizza, so we have a lot of great feedback. 另外一间披萨是行较车快的路线，饼皮先用莫扎瑞拉起司做基底，含甲酥酥脆脆了后，表面搁放黄金叉卵，最后搁用鱼子酱加伊装它。We have an inspiration by one of the most famous pizza that we have in Capri, that is scrambled eggs and caviar with a basil mozzarella. It's a simple dish, but it's really, really rich of flavor. 除了食耶诞料理，耶诞暝另外一项互人期待的就是耶诞礼物。
囡仔人上期待的佚佗物仔，100年以来是一直有变化。1930年代真时行的溜溜球，后来对电影流行的红仔，伫苏当时真受欢迎。芭比甲魔术角仔嘛是有真侪人爱耍。Lego 的插角仔是一直拢未退流行。最近穿起来舞舞是有大人也真趣味。 One of the biggest trends that the toy industry is seeing this year is the rise of kidults. This is anyone over the age of 12 that is buying toys to play with. So our consumer now goes up to 100 years old. 分析师指出，针对大人收藏的佚佗物仔，就是相关的业绩继续成长的动力之一。今年耶诞树卡的佚佗物仔，可能有互人真怀念的元素，也有新的，这也互无共世代拢会当欢喜过耶诞节。国际新闻张惠敏朋友。 下暗天气特别反冷，提醒观众朋友都爱加套衫。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